香港與內地同世界接軌嘅國際大都會，呢度每日都有無數嘅小確幸喺每個角落不斷發生。不論你係喺度探索未來，為構建夢想而拼搏，守護家人嘅幸福，定係喺度享受更豐盛嘅人生，每日能夠踏實前行，有賴路政署喺背後默默付出，建設及守護便捷嘅道路及鐵路網絡。我哋一直肩負推動本港運輸基建發展及維護公共道路網絡嘅重要使命，從不停步，與大家一齊邁步向前，成就生活每一步。道路及鐵路建設打通城市脈絡，對城市嘅發展不可或缺。路政署一直積極推展多項道路工程項目，同時檢討香港鐵路發展策略，推動新鐵路項目嘅落實，持續擴展同優化我哋嘅道路及鐵路網絡，以滿足香港嘅交通運輸同城市發展需要。我哋喺擴展道路網絡嘅時候，經常會遇到種種挑戰同障礙，往往需要興建大橋同隧道，使道路達至省時同高效嘅目標，同時顧及成本效益。推展工程項目過程中，我哋嘅專業團隊會與各持份者保持緊密溝通，凝聚共識，同時密切監督工程進度，控制成本同施工質量，亦會按需要聘請擁有相關專門知識同富有經驗嘅工程顧問同承建商，合力推展工程。我哋同時非常注重工地安全，並盡力減低工程對環境同公眾嘅影響，通過採用合適嘅建造技術，配合臨時交通安排，令工程更有效同安全咁進行。例如，利用預製組件及組裝合成建築法節省施工時間，採用臨時填海方式進行隧道工程，務求喺工程完成後盡量回復海港嘅原貌。我哋積極響應政府推動創新與科技嘅政策，以及應用可持續發展科技，廣泛採用建築信息模擬技術於工程項目嘅規劃、設計同施工階段，令工程團隊可以喺虛擬環境中及早掌握工程細節，提高建造效益同質量。同時，積極推動工程監督系統數碼化，利用智能流動裝置即時收集工地數據及整合工程項目資料，方便監察工程進度同合規情況，更好實現建造業創新及專業嘅理念，並進一步提升施工安全。為改善道路環境，我哋近年亦喺部分新建行車隧道項目引入空氣淨化系統，有效減少大部分可吸入懸浮粒子同二氧化氮。路政署喺以公共交通為本，並以鐵路為骨幹嘅政策下，負責檢討香港鐵路發展策略，監督並推動新鐵路項目嘅落實。我哋制定鐵路發展嘅藍圖時，會綜合考慮各個項目嘅運輸及成本效益、覆蓋範圍以及對環境嘅潛在影響等。喺鐵路項目推展期間，我哋會與相關部門協調，以解決規劃設計以至工程上遇到嘅困難，亦會監察項目推展嘅進度，務求令新鐵路線盡早投入服務。我哋更與時並進，把握推展跨境鐵路項目嘅契機，同相關部門及鐵路專家合作制定香港鐵路標準，提供清晰嘅技術規範，便利引入先進建築技術及設備，同時成立鐵路審批組，加快新鐵路項目嘅推展進程。隨住一項又一項大型境內及跨境道路及鐵路項目相繼落成啟用，市民嘅出行體驗變得更便捷順暢。與此同時，更多新嘅運輸基建項目正全速推進及陸續有序咁展開，為香港嘅長遠發展注入新動力。我哋積極配合北部都會區嘅發展、規劃、協調及推動多個相關道路及鐵路項目，滿足人流物流需求，增加市民出行選擇，深化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嘅互聯互通，推動區域協同發展，同時加強北部都會區與維港都會區嘅聯繫。我哋亦把握最新技術機遇，為地勢起伏嘅已發展區域引入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以更具成本效益嘅方式，進一步優化交通運輸網絡。路政署會繼續努力，令市民出行暢通無阻，促進人流物流攜手共建暢達便捷、綠色智慧嘅香港，建設令香港走得更遠。
香港人煙稠密，生活節奏急促，道路使用率非常高。路政署致力保持路面嘅質素，令市民出行路路暢通。由日常嘅道路設施維修保養同道路改善工程，到應對道路上各種突發狀況，以至推展提升步行體驗嘅地區工程，都係我哋嘅工作範疇。我哋力求防患於未然，透過定期巡查路面同附屬道路設施，監察橋樑結構同路旁斜坡，適時進行合適嘅維修保養工作。近年更致力透過應用創新科技以及研發，並引入新鋪路物料，持續提升有關工作嘅效率及改善路面質素。街燈照亮夜間嘅道路，為咗提供更節能、耐用、環保及更優質嘅公共照明服務，我哋近年推行 LED 公共照明更換計劃，逐步將各區嘅傳統燈具換成 LED 燈。除完成更換全港約14萬盞街燈外，亦已擴展至涵蓋全部行人天橋、行人隧道、公共運輸交匯處及下行車通道嘅照明。我哋亦應用先進嘅物聯網技術，逐步為全港街燈建立智能路燈管理系統，實時遙距監測每一盞街燈嘅運作狀況，更有效縮短故障設備嘅復修時間及幫助制定預防性維護工作。智能路燈管理系統已率先喺香港島全面投入服務，並陸續全面覆蓋九龍及新界嘅公共照明系統，引領香港公共照明服務邁向智慧新時代。當大部分人喺晚上休息時，我哋仍努力不懈，繼續為市民維持道路設施嘅良好狀況。除咗檢查同維修道路設施，亦會喺繁忙路段進行較大範圍嘅路面復修工作，以提升路面質素，同時盡量減低工程對交通嘅影響。每逢雨季同颱風季節，我哋嘅同事都會嚴陣以待，應對惡劣天氣可能引致嘅突發路面情況，並隨時準備啟動緊急事故控制中心。當道路因山泥傾瀉、塌樹或有物件被強風吹倒而對路面造成障礙，緊急事故控制中心會作出協調，安排及時清理以恢復道路暢通。路政署細心照顧市民生活嘅每一步，多年嚟喺各區推行人人暢道通行計劃，為公共行人通道加建升降機同其他無障礙設施，方便長者同其他有需要人士上落公共行人通道。我哋亦喺多個坐落喺較高山坡上、人口稠密嘅地區興建咗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接系統同升降機系統，便利市民進出社區。更多同類型連接系統現正規劃同建造中，令市民出入上坡地區更舒適便捷。為進一步配合提升步行環境舒適度，以締造行人友善環境、便利市民出行嘅政策，我哋同時積極按地區需要喺各區行人通道推展加建上蓋工程。你我每日喺城市匆匆走過，不妨放慢步伐，欣賞沿路風景。我哋喺城市不同角落為街道設施引入富有美感嘅設計，建構出各區獨特嘅街道景觀。我哋亦負責保養轄下路旁斜坡及快速公路範圍內嘅植物，提升市區嘅生態面貌。當中包括更替植被工作，逐步將步入老年期嘅相思樹及桉樹等先鋒樹換成適應力強、花期長而且色彩鮮豔嘅原生植物，為社區增添色彩。香港，全球生活節奏最快嘅城市之一，我哋每分每秒都努力向前，不斷進步。路政署一直以嚟與社會一起成長，持續擴展及優化道路及鐵路網絡，打通城市脈絡，讓我哋舒適咁穿梭於城市中，踏實地向目標邁進。我哋會繼續堅守使命，致力維護道路網絡，守護市民走過嘅每一步。路政署，成就生活每一步。